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集我想同大家講3種有實證支持嘅治療方法，幫你逐步咁改變思維、改變行為，甚至影響情緒。第一個係認知行為治療，即係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。CBT 你可以想象，你腦入面有啲自動化思維會一彈即出，好似一啲內在配音，當你出錯時就會話我真係好無用，一定冇人會中意我。呢啲其實好多時都係認知扭曲，例如過度概括，想得太極端，或者一件事唔好就覺得全世界都完蛋咁。CBT 嘅第一步就係幫你睇清楚你啲自動反應，下一步就係挑戰佢哋。你會開始問，係咪真係冇人會幫我？有冇證據證明我一定會失敗？最後我哋會做一啲行為實驗，例如你驚社交，就慢慢安排一啲簡單安全嘅社交情景，去測試下你啲擔憂係咪真係會發生。例如有恐慌症嘅人可能會覺得心跳加速就係要心臟病發，但透過訓練同認知調整，佢哋會學識話原來心跳快唔代表死緊，情緒就會慢慢穩定落嚟。第二種方法叫心理動力治療，即係 Psychodynamic Therapy。呢種治療唔係即時解決問題，而係幫你探索背後更深層次嘅情感，例如童年創傷、未完成嘅情緒同重要人物之間未解決嘅關係。舉個例，你可能發覺自己成日怕人離開，怕被拒絕，治療師可能會引導你諗翻，你係咪細個時候經歷過某啲關係上嘅缺失？透過自由聯想或者分析你點樣睇治療師，即係所謂嘅移情，你會開始理解你點解有某啲情緒反應，唔再被無意識操控住。第三種方法叫做行為激活 Behavioral Activation。有時我哋情緒低落，會唔想喐，唔想見人，唔想做嘢，但係正正因為唔喐先更加沉落去。呢個方法就係反其道而行，先改行為，拉翻情緒。治療師會同你一齊計劃，每日做一樣你以前會覺得開心或者有成就感嘅事，可能係畫畫、散步、煮飯或者 send message 俾朋友。慢慢咁，你腦就會重新建立起行動、正面回饋挑情緒改善嘅路徑。配合記錄自己每日嘅活動同情緒波幅，你會睇到變化，唔再係一潭死水。最後，無論係 CBT 心理動力治療定行為激活，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改變始於意識到你而家用緊嘅模式唔 work。你要先睇清楚你個腦而家點樣運作，先可以選擇換個方法去生活。我哋個腦係有能力學新嘢，刪除無用資訊，就好似重裝一部電腦咁。你唔係壞咗，而係需要更新下啲軟件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覺得自己而家好困難或者有情緒困擾，揾翻合資格嘅心理治療師或者輔導員會更加有效。今集講嘅內容係俾你有個初步認識，唔係用嚟取代專業嘅幫助。專業介入可以俾你更深入咁處理根源，同時都有一個安全嘅空間去講你心入面嘅嘢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